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主耶穌基督，我藉着洗禮與你同死同埋，你既藉父的光榮從死者中復活，使我也能在新生活中度生。昔日的我已與你同釘在十字架上，使我的罪愆消逝，不再作罪惡的奴隸。我既與你同死，亦必與你同生，死於罪惡，活於天主。主，我曾多次掙扎，多次跌倒，雖然我知道你就在我身旁，我卻掉頭離你而去。基督，請原諒我，並幫助全人類認識、愛慕和尊敬你。願我能在眾兄弟姊妹中尋到你，跟隨你，在苦路上與你並肩前進。聖子高於十字架上，切無悲傷，愛勒期盼，舉目仰望，淚流長。第一處，耶穌被判處死刑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藉十字聖架救贖了世界。耶穌站在比拉多面前，這是耶穌與世俗的一場生死之戰。比拉多代表世俗向耶穌挑戰：你要站在哪一邊？選擇哪一邊的旗幟？擁護世俗，即是判處基督；擁護基督，那是要為了愛而甘心被判處死刑。我知道，我直到今天站在哪一邊了。我痛悔，那麼明天我要如何呢？主啊，我向你說，我不是世俗的人。我明白，人不能侍奉兩個主人。心靈沉重，山勢少少，並是愛子熱切情深，心如利刃刺透心。第二處，耶穌背十字架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藉十字聖架救贖了世界。他以愛接受了我所有的罪惡和悲哀的負擔。我犯了罪而沒有補償，他為我做補贖。這一切的罪惡與悲哀都壓在他的肩上。為此，我是害他的兇手，不是他的門徒。現在我願意跟隨他，跟他學習，背起我的十字架，隨從他。現在我立志做補贖，償還我的罪債，還報他賜的愛。主，我願意做你的門徒，棄絕自己，背負我的十字架。獨自折磨，舒服境內，內心痛苦，垂堪冰雨，心意愛在莫可語。第三處，耶穌第一次跌倒。
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藉十字聖架救贖了世界。他跌倒，因為我的罪壓倒了他。他跌倒，為使我跌倒以後不要沮喪。如果我的生活有困擾，如果我跌倒，我要記取我的十字架，也加重他的負擔。他把我的罪惡、我的無能、我軟弱無力、我的一切都背負在他的肩上。因為他是我的兄長，所以陪我度此一生。他把我的生活、我的工作所製造的十字架都放在他的肩上。主賜我感受你軛的柔軟，你擔子輕快。榮光之子，如是參重，因此之母見現齊重，悲苦悲哀同流長。第四處，耶穌途中遇母親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藉十字聖架救贖了世界。一把劍刺入聖母的心內，行石的人是我。我在耶路撒冷的街上，把劍投向耶穌。我曾使多少人哭泣，也使他哭泣。我的心硬。我確知是我在主的雙肩上放置了木架。我確知是我用劍刺透了聖母溫柔的心。主，求你把我鐵石的心變為血肉的心。無道愛子，橫遭敬仰，切莫暗淡，淚淚彷徨，所能堅持不痛傷。第五處，西勒乃人幫助耶穌背十字架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藉十字聖架救贖了世界。我面對負十字架的耶穌，視若無睹，和西勒乃人一樣自私。兵士強迫他，使他喪失了漠然的態度，負起十字架。我的愛心，我的痛悔，是否催促我擺脫我的頹喪和膽怯，而祈求主耶穌讓我為他背負十字架？因為在十字架上有救贖，有生命。因為我需要十字架，因為十字架是我罪有應得的。因此我願意陪伴我的兄長，背負我的十字架。主，把你的十字架給我背吧。見知耶穌受盡艱辛，為救其民，願捨己身，曾被鞭打，哭絕倫。第六處，聖父為耶穌熄面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藉十字聖架救贖了世界。我如其他面對群眾的人那樣怯懦，不敢在人面前承認耶穌，不敢如這位聖父
走到大路上去，到耶穌跟前拭去他面上的污垢。我在人面前就不敢做虔誠的教友，我不敢做慈悲的人，不敢給千萬基督現身的人，即受苦的人、受侮辱的人，除去痛苦和污辱，我不敢。主，求你消除我的怯懦，助我在世人前宣揚你。痛苦之母，手將不見，因見聖子被造磨賤，傾你去我共同前。第七處。耶穌第二次跌倒，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藉十字聖架救贖了世界。耶穌跌倒在兵士的腳下，受莫大的侮辱。他來不是為受人服役，而是給人服務。他被拋棄，受萬民的侮辱。耶穌受人踐踏，為使我把世界的光榮踏在足下，輕視一切，炫耀誇張，驕傲自大。為教訓你謙遜，耶穌為宗徒洗腳，為使人人能領他到心中，耶穌答覆一切人的要求。來，我們隨同他去踐踏虛榮。主，學生不願勝過老師，請賜我和你一樣，接受挫折和侮辱。代求你自卑至誠心，增我心靈虔敬熱忱，相加愛慕情意深。第八處，耶穌勸告耶路撒冷的婦女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藉十字聖架救贖了世界。耶路撒冷的婦女跟着耶穌哭泣，主對他們這種表現略有責備的意思。耶穌更喜歡豪氣的同情心，這在痛悔與補贖中，他要求你能表現出來。感覺的虔誠不難，我們往往逃避帶有犧牲的虔誠，就是刻苦追隨耶穌，豪爽地承認信德。當耶穌路過的時候，哭泣的人很多，但追隨他走苦路的人何其少喎！葡萄園裏的枯枝很多，但是被果實壓彎了的活枝何其少喎！主，你垂視我，斥責我，你認識我的軟弱，求你令我走上你的路途，以向拉匝祿說的話給我說。你起來行走吧。恨其慈母，分離悲情，並將你至身受酷刑，深深銘刻我心靈。第九處，耶穌第三次跌倒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藉十字聖架救贖了世界。耶穌一而再的跌倒在地上，
一而再的起來前進。這是教訓我要有英勇的恒心，因為在追隨基督的途中，疲倦為人所不免，也是常有的事。這是我的生命的弱點，我倦於追隨他，倦於修德，我疲倦，我厭煩。基督跌倒了，又起來了，一直走到了終點。主是如此，不管路有多麼艱苦，多麼長遠，我常要起來，常要前進，直到生命的終點。耶穌，你幾時看到我沉淪、喪失信心？求你伸手提攜我，開口向我說：小信德的人，為什麼疑惑呢？聖子耶穌，為救我們，偏上苦肉，並以身信，祈禱我們出迷津。第10處，耶穌被人剝去衣服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藉十字聖架救贖了世界。被剝奪一切，擺脱人，把我捆在地上的一切束綁，你才真有自由。耶穌被剝奪了關於我對事物、世俗的、快樂的、親人的貪慾一無所有。耶穌是貧窮的，耶穌是孤獨的，我卻是富有的。我有光彩，我被人寵幸。為了我的罪、我的惡願望、我的吝嗇、我的不義，耶穌忍受貧窮、羞辱、孤獨。主，我是否該學習心內不戀塵世？是否該明了如何貧窮、如何謙遜、如何似你？主，請你說話，你的僕人在此恭聽。十字聖架救贖之處，聖子死難償我罪愆，恨要我救復天淵。第11處，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藉十字聖架救贖了世界。錘子敲打，鐵釘穿透了、刺透了基督的骨肉。我的罪在錘擊，我肉的罪在侵蝕基督的肉。我的基督的血肉，我的日落使他遍體傷殘，我的奢侈使他血跡斑斑。他雙手張開，與傷中同被鐵釘穿透，被釘在十字架上。世俗在諷刺說：你從十字架上下來，你從十字架上下來。我說：主，不要下來。這刑罰正是我罪應得的。你替我受苦，你若離開十字架，我將如何得救呢？主，你不要下來，讓我藏在你的聖箱裏，為使我在心內痛悔我罪，清潔我的身體。童貞聖母，神聖之后，來你慈恩為我哀求，得償
12處，耶穌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藉十字聖架救贖了世界。耶穌大喊一聲，垂頭斷了氣。他把靈魂交付於聖父的手裏，把他的血、寬恕以及他的母親放在人的內心裏。一切都完成了，沒有能做未做的了。為我還稱少嗎？為我們還算少嗎？是的，因為我們繼續犯罪，罪上加罪。天主的聖血及聖死，好像不足一樣。他知道這一層。他自十字架上看到我這可憐的人，他說：我渴。他為愛我，渴望為我多受苦，再多多受苦。日復一日，長年累月，歷各世境，每時每分，在祭台上舉行祭獻，源遠流長，永恆不斷。我還要繼續犯罪嗎？主，我還顧到何時呢？耶穌上安慰賜願，耶穌聖死救贖自己，賜我信心永正見。第13處，耶穌屍體從十字架卸下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藉十字聖架救贖了世界。聖母瑪利亞把耶穌的屍體抱在懷中，她緘默靜觀流淚，只是我行為的結果。聖母，這是我製造的，我殺死了你的兒子，我以殘酷、冷漠、不仁、不義、脅羅釘死了耶穌。聖母，你給我的耶穌是活的，我還給你卻是死了的。這是我的作為，是我一生做的唯一有效的作為。他緘默靜觀流淚。耶穌已死，我除靜觀求歡之外，我要重新開始。我同聖母瑪利亞抱同一信念，基督必須復活。求聖母協助我與基督一起死，一起復活。將有一天靈肉分離，請問起我是漸成義，永夢永光無盡期。第14處，耶穌葬於墳墓。耶穌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十字聖架救贖了世界。基督的墳墓是希望的所在，是勝利的默允，是復活的渴望。守兵警衛，我也要警衛；婦女希望，我也希望。我希望我復活日的黎明，屆時我面對面地看他，永恆地享見他。主，請來臨。耶穌基督，請來臨。請來，請指示你來臨的時刻。聖子高原，十字架上，切莫悲傷。
耶穌復活，耶穌基督人類的救主，你用十字架戰勝了死亡，你用十字架進入了光榮，你用十字架使我的痛苦有了意義，及負給世界喜樂。求你助我繼續你救世的工程，共同背負十字架。復活的主向眾門徒說，經上曾這樣記載：默西亞必須受苦，第3天要從死者中復活，並且必須從耶路撒冷開始，因他的名向萬邦宣講悔改，以得罪之赦。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人。基督在世上再沒有別的身體，除了你們的身體以外，他再沒有手，除了你們的手外，他再沒有腳，除了你們的腳。基督現在要藉你們的眼睛去傳達他慈悲的眼神，要用你們的腳四處走動行善，要借你們的手去祝福他人。咁為得全大赦，我哋特別為教宗以樣祈禱，亦都唔好忘記喺8日內啦，辦告解同埋領聖體。我們的天父，願你的名受顯揚，願你的國來臨，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，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，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。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，但救我們免於兇惡。阿們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。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。天主聖母瑪利亞，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，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。阿們。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。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遠。阿們。好，跟住我哋一齊唱方濟各嘅祈禱。天主是我壯麗和平的工具，在有仇恨的地方，讓我播種仁愛；在有殘害的地方，讓我播種寬恕；在有猜疑的地方，讓我播種信仰；在有絕望的地方，讓我播種希望；在有黑暗的地方，讓我播種光明；在有憂苦的地方，讓我播種希望。天主是我壯麗和平的工具，我不祈求他人的安慰，只求安慰他人。我不祈求他人的諒解，只求諒解他人。我不祈求他人的愛護，
只求愛護他人。天主是我作你和平的工具，因為在施捨他人時，我們接受施予，因為在寬恕他人時，我們獲得寬恕，因為在喪失生命時，我們生於永恆。天主是我作你和平的工具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阿們。